우리 염소고기가 어떻게 맛있는지 진짜 알 것입니다. 젖솔로 지었습니다. 젖솔. 金社长的自信来自于本地特有也最适合大片网烤的牛肉品种。请准备好，一起穿越肉的山峰。延边黄牛在山上等你。驻足发呆。现在养牛反正是散放的多，自由奔跑。夏天上山就可哪跑。散漫饲养的方式让黄牛有了近似野牛的待遇。黄牛很快乐，肉质就鲜嫩，肉嫩香。切肉时，你可以看到细腻的纹理和丰富的油脂。本地养牛人会这样形容黄牛的口感：这肉里面感觉有油，烤出来吧嫩，有一种特有的膻味，膻味比那花牛要味儿大。如果存在的价值只是好吃，那黄牛都不会答应。强壮的他们还是传统竞技朝鲜族摔跤的精神图腾。你看，这都是黄牛，延边黄牛，都是我的营业德黄牛。